台南高速公路啊，高速国道来到王公庙，从公有公建宫。这条风。上港哦，正中大嘅，正中學晒高升大橋，高升大橋，高升大橋，高升大橋照片，高升大橋照片，高升大橋照片，多人都嚟拍嘅。德丰还是开放吗？看一下。换到哪？
还有我先生啊，来到王公庙，来阳过跳。哦，先这样。哪里讲的啊？好，我得我一挂子。你个单嘛？啊？外国人都来，外国人都来拍，外国人都来拍那个。找我讲这么讲，讲什么？讲包了，他觉得还打我有见啊，反正我做阿公啊。啊，大大都唔知啦，大大都冇。大大都大，那就过来过去。哦，好舒服。啊，边啲咧，街咧，工作，特别个条边那个条啲咧，聚焦啊，地理喎，但係工作不對，特別貴，特別貴，都屬於個荒謬的，即係咩嘅情節。哦，高上次选台南市长高士博先生，哦，来关心庙会，网络也有他的影片呢，参访庙、寺庙的大庙的，陈廷辉立委都是关心庙，赵坤元议员都是关心庙会，赖慧媛议员，还有米山议员啊，江汉议员啊，蔡宜辉议员还做济安宫大庙的主委。我要跟庙结合在一起。哦，将注意然后上，有是。开保鲜模式比较快，防下雨哦，也要保护自动，质量久一点。
庙后进。神将。我挺喜欢我不要本来就没有。好大是否先生前的台南市长。
顺，哦，很上顺，哦，有人在前面，有人在前面要进，哦，有工的，新年工，新年，然后公庙从地公到进华，哦，有人在前面。打杯烧去，前面落地香，打杯烧去。如果他主要是干那个他的扫脚，哦，扫脚可以哦，上头，哦，上，再跟学上头。上次选台南市长的，他是侯先生。天子门生啊，到地少啊，大脚饭啊，一丈对，阳伞啊，神将。哦，现在一步都三几个，热力街，热力街大概左右。海天顺行，海天顺行。哦。对了，哦，两边上。相对我最终，他都正常不错。
日常会选高速火车车，都来关心庙会。那个注意，我冇事啊，就咁樣冇見你啊。係啦，咩冇見你啊？啲人一直在想嗰啲。竟然有个天，那这个天呢，竟然有大天。幼儿园要注意空间够不够，电力够不够，都会至少要2只手机，不然那3只手机。你们有创意了吗？คุณก็ได้จ้าจ๋าว่า落地上，有扫帚两流落地上，马上排落。如果马草水打尾草水，就这打尾草水，雕花人的，文庙的它是雕花人。哦，看太阳。香港我唔見講，香港區啊，我做所以打喺佢們咧，靠前尾手將佢咧馬手樹嘅手，都變咗啦。因為我有供應媽祖，就我哋已經講媽祖，佢憑口邊講媽祖。北向乡，今年北向桥，东帝公妈祖，东太阳公妈祖，西岭这边也有妈祖。
看看天龙宫也有妈祖，皇家天上圣母。新营也有护地宫哦，是盐水护地宫的有些动物吗？太子宫也有护地宫，也是盐水护地宫的。主要在庙附近，第一天呢往西边入10点半到9点。快10点半了。哦，神将如果用站的，出庙要1个左右，要站很久，就快2个钟头。还有国光歌剧团哦，还有金星徒步带戏，还有舞龙的，朝天宫迎妈祖活动，农历3月19、20号有离炮、炸炮、爬炮录影片的咯，很好看的。到朝天宫啦，夜晚做要炸炮了，礼炮了，飞炮棒有影片可以参考，网络 YouTube 有影片可以参考。今天天气热，穿这么多衣服，你看，看马草水，看那个花的天道静下来那么久，很辛苦。你看呢，长神教的很多都年纪大了。年轻的去上班，小的去学校，年长的都要长神教，感觉中轮的辛苦，古代都要用人力来砍，很辛苦。你警察呀？你警察呀？头盔那么好看，令旗5支，跟5元素吧，应该5个元素，东边蓝的，边白，南边黄的，北边白，中间红，应该是跟5元有关系的，不是？你看有黄，这个是蓝旗，你就可以去。蓝旗、红旗、黄旗、白旗，这个是神将。头盔很庄严，还有旗子，还有
秀珍，艺人，今天到处来到女警察，你看，女警，女警察，打擂套去了，你看两伞神将，金港梦跟公，妈祖神将，古龙波，后面还有很多，这两只手机，另外一只没有电后面那个很精彩直播的影片都不会存档，除非节目录影 APP，Google Play 搜寻节目录，没有广告的节目录影马上录下来，直播的内容就会录下MP1。直播的影片品质好像不太好，所以先要上直播了这录影。